侪武林的高手伫外口等你。哈，又搁是馒头，搁咸菜，哎呦，我靠！我食这吼实在是食甲足胃的啦。无咱拜托的好无？会使小换一出啊出头的袂？后回摕淡薄仔烧酒甲好菜来，你想啥款？亲像你这款人，有物件互你食，你就会感觉真满足啊！你搁想要食好酒好菜哦？免等你戆想啦！等下，我楚姑娘，咱来借问一下好无？你甲我软禁在遮，到底是为着啥物？因为你是柳崇天的结拜小弟。哈，你知影讲阮阿爹叫柳春生，也知影讲阮阿爹要送伊转去中原。这些若互你知影，你绝对去甲伊讲的。那安尼柳崇天会来找阮的麻烦，阮错卡敢是爱受灾殃的。哎呀，其实阮老大吼，则袂去插恁这个代志。是安怎会袂？伊是一个叛国无体的小人。这声伊若知影遮尔好的消息，伊绝对去甲曲老大讲，通我立一个大功啊！那安尼照你讲起来，我就是在遮等甲恁老爸转来嘛，无一定会甲我放出去呢。这哦，迄我嘛毋知。楚公手啊，你甲我听互伊清楚哦。阮老大吼，柳崇天是天下第一剑呢，伊的武功盖世。若互伊知影讲我是禁伫咧遮吼，伊敢若拍一个骹枪，都有法度甲我救出去啊！也毋过足可惜的呢，伊根本就毋知影讲你伫咧遮，就算讲你搁拍10个骹枪，也无人来救你啦。真的，哎呦！慢叫，过下我是柳崇天。正是在下。哦，果然仪表非凡，难怪会变心。我下你什么人？李玉琪。柳崇天跟你素不相言，为什么来挡住我的去路？向你讨一个人情，请说。忘掉讲。高下马林啊，每言体无完乎这上天，这是世情，将人间那并为你无心可留。高家本位，讨人将何不敌言，说阮老命啊！我多情乃是天性，对比人为亲情。你到底在讲什么人呢？铁汉英。我是伊的师兄，也是相为中我的伴侣。今仔日，哼，会去害着你。刘公主，如果你若介意离开，我李玉琪会感激你一世人。李公主，假使
铁汉岭若肯回心转意，你是毋是打算要踮咧遮为曲老大的效力呢？无咯，我李玉基是江湖中的人，我无想要做官，我要带汉英远走天涯，这是对现实的判断。这也是一个办法，免得铁汉英助纣为虐，危害百民。李公主，这个代志是一个误会，你爱知影，伊铁汉英是一个真野心的查某囡仔，伊对你的变心，并不是为着我，伊咧只是爱争还夺利的啦。要毋过，你放心，我会帮助你，答应你，成全你。谢谢，多谢李公主。进来，进来，来，进，好了。小等下咱要出城的时阵，你千万don't通惊，所以你对点我的后面，替小城关那边，绝对想袂到讲就是你。哎，老弟，有一个人需要搜查。哎，刘公主，你知啊，拄好，哎，司马将军。啊。啊，你拄好来，我家己坐啉酒也真无味。来，无，我真无闲，无啦，李公主，我真无我公司伫的，我公司。哎呀，免客气咧，叫啥你啊？叫我一个来。哦，是啦，无闲，来，进来。哎呀，无用什么咧？我这个你要留哦。哎呀，办事也着爱办，啊酒嘛着爱啉，干一杯。哎，对，李公主啊，我要事的，我这边所在一玉春生，我要来抓这要犯，要无带你再放过。来，所长。是。哼，何以人水莲河玉春生，你连一个无抓着，想袂到你这么笨汤，老夫永远唔甲你升级来做总教头。先生，这件代志实在太突然，若唔是吴依林出现，就春生甲水莲河，因就是吵死也难飞出大路。是，全怪吴依林啊！啊，你甲我点去啊！韩英，这个吴依林到底是什么人？迄件武功这么好，我怀疑伊是，什么人？我看伊的身材，敢若亲像真面熟，好亲像是丞相你的贵客柳松天。对，甲刘公主真共款啊！无可能，伊是老夫救命恩人，而且伊是自愿要替老夫效力，你哪是恶意人呢？呀，不过柳松天也未来的进前，吴依林从来唔捌出现，这安尼未免伤过头卡好。哎，丞相，刘松天之父那是江南武林的平主，一向对着明朝忠心耿耿，属下怀疑伊毋是真实的刀哥丞相，伊现在看起来，可能是要来做干涉。如果伊若是要来做干涉，怎样伊答应要去掠水莲河？呀，不过丞相，你予伊的期限是1个月，时间还未到，你免也知影讲伊是毋是真是肯掠水莲河咧？丞相，有一个办法会当马上就试探出柳松天是毋是真心要来投靠你。讲来听看。
即刻请刘公主甲相府一抓。是。60年前，明朝的将军李良，在这个咸宁山战败元将，有不收一批兵器，全部藏伫咧咸宁山的山神庙内。因为明将班师回朝了后，咸宁山因为落大雨崩山，所有山神庙全部摆在伫咧地下。如今，迄批兵器去互水莲河发现着，全部拢掘出来。藏伫翠云洞，刘公主，这批兵器，甲互水莲河因收去，这楚九甲老夫是死对头，安尼对老夫是大大的不利。水莲河本人武功又搁遐尼高强，现在搁加一个乌衣人来伫咧帮助伊，所以丞相。你希望我将迄遐兵器甲伊夺倒转来收？是，刘公主，你是天下第一剑，除了你以外，任何人都毋是水莲河的对手。公主，你敢肯为老夫效力？这件代志你放心，包在我柳松天的身上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有搁咧伤心啊？我是甲你讲过几落遍，你都拢唔听话啊！我甲你讲哦，迄款人无值得你思念伊啦，你对伊一点仔都无了解。等你何必对人付出真情呢？结果食亏的人就是你家己啦。弟母，莫搁讲好无？莫讲就莫讲啊！我嘛无啥言讲通讲。我是讲楚公主已经来啊啦。小姐，毋是讲我咧爱讲，好歹你应该嘛爱见伊一个面的。听看的公安怎样啊？假使讲伊若真是发现到你的秘密。你若安怎想哦，你就是闪袂过啊！伊若是为别项的代志咧，你更加无必要闪骗伊啊！嘿，我袂用去啦，伊别看我呢。啊无，我叫你头发出来你嘛好。哎，周公主请。周公主请。我讲阮是安那来掠我金上？莫非伊已经认出我就是假死的新娘？水姐主，在对抗官兵暗做仪式的日场上讲起来，咱是行同一条路。也毋过有一件代志，我必须爱问一个水落石出。什么代志？这份山庄，甲咸宁山的姐主，是毋是有甚物仇怨？楚公主，这句话是从何说起的？水姐主。
水济主，你何必伫咧假仁慈呢？使用金表有良人，唯有济主甲皇帝，皇帝已经心被害，分明你。 英雄人，天是刘兄。曹公主，你认为讲金表就是我的暗器？你敢捌看过用过金表？若安尼，你毋着无承认讲你暗算我的未婚妻咯？无承认。设使若是有一天，我亲手掠着你使用金表迄个时阵呢？哦，假使有一天你若是掠着证据，那安尼我就心甘情愿替尹凤đình偿命。好，在下告辞。记住啊！但是唔好出运洞口出现一阵官兵，要来抢劫兵器。你是定天府的人，上好唔通去互官兵发现着，你赶紧下山去。我唔走，我踮遮会用去帮助你啊。啊？错公主，你既然怀疑我是刺杀恁某囝的凶手，即马又搁要来帮助我，安尼敢毋是伤过矛盾？我楚江云一向是公私分明，我绝对袂用迄个官兵来到这个所在占迄批兵器。原来是你！无错，是我。真正放纵！